哎呀，長者朋友們，你哋有冇諗過，每日出街搭車嘅2蚊優惠，竟然會突然間變晒樣？想象下，你平時用樂悠卡2蚊就搭到巴士、地鐵、叮叮車，開心到不得了。但而家政府話要提早改制，車費可能倍增，唔再係2蚊咁簡單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好多長者都嚇親，覺得生活費又要加添負擔。今日我就嚟同大家講清楚講明白，呢個2蚊乘車優惠到底發生咗乜嘢事？為乜政府要改？改完之後點算？仲有邊啲方法可以幫你哋慳錢？聽住我慢慢解釋，保證你哋聽完之後心裏有數，唔使慌張。首先講返呢個2蚊乘車優惠嘅來龍去脈。大家都知，香港政府喺2012年推出咗呢個計劃，叫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，簡稱2蚊車。點解叫2蚊？因為長者65歲以上或者合資格殘疾人士用八達通卡嘅樂悠卡版本，無論搭咩公共交通工具，只要係指定路線，都只收2蚊一程。呢個優惠涵蓋咗巴士、港鐵、電車、綠色專線小巴、天星小輪，甚至連部分紅色小巴都加入咗。對長者嚟講，呢個係天大嘅好消息，因為香港交通費貴到飛起。平時一程巴士可能10幾蚊，地鐵更貴，但2蚊就搞掂，慳咗好多錢。唔少長者話，因為呢個優惠，先至敢多啲出街見朋友，去街市買餸，甚至去公園做運動，生活質素提高咗唔少。但係呢個計劃唔係無限免費嘅，政府每年都要補貼好多錢俾交通營辦商，補貼額度年年上升。根據官方數據，喺2022年，補貼已經超過咗100億蚊，到2023年更破紀錄，估計去到120億以上。點解咁多？因為長者人口增加，香港老齡化嚴重，65歲以上人口已經佔咗總人口嘅20%以上，用呢個優惠嘅人越來越多。加上疫情之後，大家出街次數減少，但優惠依然存在。政府財政壓力大到爆煲，於是政府喺2023年尾開始討論要改革呢個計劃，話要優化同可持續發展。但講嚟講去，就係要改制，減少補貼，車費可能加價。而家政府提早改制嘅消息已經落實咗，原本計劃喺2025年先改，但因為財政赤字嚴重，政府決定提前到2024年年中就開始調整。具體嚟講，2蚊車唔再係統一2蚊，而係根據路線距離或者交通工具類型嚟收費。譬如短途巴士或者電車可能維持2蚊或者加到3蚊，但長途地鐵或者過海巴士車費可能倍增，去到4蚊、5蚊甚至更多。呢個叫分級收費制度。政府話係為咗公平啲，因為唔想短途同長途一樣價錢，浪費資源。但對長者嚟講，呢個絕對係壞消息，尤其是住喺新界或者離島嘅長者，平時要過海或者搭長途車去市區睇醫生、探親，車費加倍，負擔即刻重咗。你哋可能諗，點解政府要咁急改？其實背後有好多原因。第一，香港財政赤字年年增加，2023年赤字已經超過咗1000億蚊，政府要開源節流，補貼計劃係其中一個大頭。第二，老齡化問題嚴重，預計到2030年，65歲以上人口會去到30%，補貼額度會繼續爆升。如果唔改，政府財政會崩潰。第三，有啲人濫用優惠，譬如有長者每日搭車好多次，唔係真正需要，政府想堵塞漏洞。第四，交通營辦商都投訴，話補貼唔夠，營運成本上升，尤其係油價同電費貴咗。總之，政府話改制係為咗長遠可持續，但長者朋友就覺得係變相加稅，加重生活壓力。講到影響，呢個改制對長者嚟講係全面嘅。經濟上，車費倍增，每月交通開支可能多幾百蚊。譬如
一個長者平時每周搭車去街市3次，去醫院1次，探朋友2次，原本每月交通費可能只係幾十蚊，但改完之後可能去到200-300蚊。對領綜援或者退休金嘅長者嚟講，呢個係唔少錢，可能要減少出街次數，或者轉用更便宜但唔方便嘅方式。心理上，好多長者會覺得失落，因為2蚊車係佢哋嘅福利符號，突然改咗，感覺政府唔關心老人家。健康上，減少出街，就少咗運動，少咗社交，容易孤獨同生病。社會上，呢個會加劇貧富差距，因為有錢長者冇所謂，但基層長者就苦咗。我聽過好多長者嘅故事，譬如阿婆住喺屯門，每周要搭巴士過海去中環睇醫生，原本2蚊一程，來回4蚊，但改完之後，可能每程5蚊，來回10蚊，一個月4次就40蚊，多咗好多。另一個阿叔住離島，平時搭船去市區買餸，優惠改咗，船費加倍。佢話以後可能要靠仔女送貨，唔想麻煩人，但又冇辦法。呢啲真實例子反映咗改制嘅痛點。政府有冇補償措施？有啲，但唔夠力。譬如政府話會推出額外補貼券，長者可以申請，每月多50蚊交通補貼，但申請手續繁複，要去社署辦，好多長者唔識用電腦，覺得麻煩。另外，政府鼓勵長者用其他優惠，譬如港鐵嘅長者八達通半價，但唔係所有路線都適用。仲有部分巴士公司有自己嘅長者折扣，但唔統一，長者要自己研究。總之，補償措施有，但唔夠全面，長者朋友要自己留意。點算好？長者朋友們唔使太擔心，我有啲實用 tips 俾你哋。第一，盡快檢查自己嘅樂悠卡，確保有效期夠長。如果到期咗，趕緊去八達通中心續期。第二，學識用政府新推出嘅 App， 叫交通補貼通，裏面有最新優惠資訊，可以查路線價錢，避免搭貴車。第三，考慮轉用其他交通方式，譬如步行短途，或者同朋友合搭的士，分擔車費。第四，如果經濟困難，可以申請社署嘅交通援助金，每年有幾百蚊補助。第五，多啲關注新聞同政府公告，因為改制細節可能仲有變動。政府話會聽取意見，長者可以透過區議會反映。除咗個人應對，社會都要關注呢個問題。香港有好多長者團體，譬如長者安居協會、老人權益聯會，佢哋已經發聲反對改制，話政府應該增加稅收嚟維持優惠，而唔係減福利。作為 YouTuber， 我呼籲大家，如果同意，就去簽名請願，或者聯絡議員，齊心合力爭取。記住，長者係社會嘅寶藏，佢哋貢獻咗一生，政府應該多啲關懷。講深啲，呢個改制反映咗香港整體福利系統嘅問題。香港老齡化速度快過日本，預計到2040年，長者人口會佔40%，但福利支出只佔 GDP 嘅幾%，遠低過其他發達地區。政府總話財政緊絀，但土地收入同稅收其實好多，為乜唔用嚟補貼長者？呢個係政策選擇問題。如果政府優先發展基建同經濟，而忽略民生，長遠會出事。相比之下，新加坡有類似計劃，但補貼更多元化，有醫療、交通、住房一籃子福利。香港可以借鏡，唔使一刀切改2蚊車。再講返歷史，2蚊車計劃其實係前特首梁振英時代推出，當時係為咗回應長者訴求，改善民生。但10年過去，環境變咗，疫情、通脹、移民潮都影響財政。現在李家超政府話要精準扶貧，意思係補貼只俾真正需要嘅人，但點樣界定需要？長者個個都係弱勢，唔應該分等級。政府有數據顯示，用優惠最多嘅長者，每月搭車超過100次，佢哋可能係基層，真正需要幫助。
對殘疾人士嚟講影響更大。合資格殘疾人士原本都享2蚊優惠，但改制之後，佢哋嘅車費一樣倍增。殘疾人士出街已經唔方便，輪椅、輔具等搭車更貴，會加重家庭負擔。政府話會有特別安排，但細節未清。殘疾團體已經抗議。經濟角度，改制可能慳咗政府錢，但對整體經濟有負面影響。長者減少出街，消費少咗，街市、餐廳、商場生意差咗。香港經濟依賴消費，如果長者悶住唔出 ，GDP 會受影響。政府應該考慮呢點，唔使急改。長者朋友，如果你哋有樂悠卡，記住平時搭車時要拍卡正確，唔好錯咗普通八達通，否則無優惠。改制後，樂悠卡仲有效，但收費系統會自動調整，根據路線扣錢。你哋可以去港鐵站或者巴士公司查詢最新價錢表，避免意外。我建議長者多啲學用科技，譬如下載 Octopus App， 可以查餘額同交易記錄，方便管理。仔女可以幫手教，唔使怕學唔識。社區中心有免費課程，教長者用手機，值得一試。講到替代方案，有邊啲？第一，步行或者單車，如果身體許可，短途健康又慳錢。第二，用的士 share ride app， 譬如 Uber 或者 GoGoVan， 分擔車費。第三，加入長者巴士團。部分地區有免費或者低價巴士接送長者去醫院。第四，申請政府嘅長者醫療券，雖然唔係交通，但可以用嚟補貼睇醫生開支，間接慳錢。第五，如果住公屋，可以用屋邨巴士，部分有長者折扣。社會責任方面，企業可以幫手，譬如九巴、城巴可以推出自家長者 plan， 維持低價。超市可以送貨上門，減少長者出街需要。銀行可以提供交通貸款，但呢個唔實際。總之，大家齊心，長者生活先至好。回顧過去，2蚊車計劃成功咗，因為佢刺激咗長者活躍度。研究顯示，用優惠嘅長者健康指數高過唔用嘅，因為多運動多社交。改制之後，呢個好處可能消失。政府要三思。展望未來，政府話會監察改制效果，如果長者反應大，可能會調整返嚟。但長者朋友唔使等政府，主動適應先係王道。再分享一個真實故事，有位阿姨住喺觀塘，每日搭地鐵去尖沙咀做義工，原本2蚊一程，開心到飛起。但聽到改制消息，佢擔心車費加到5蚊。月費多100蚊，於是轉搭巴士，雖然慢啲，但慳錢。呢個例子教我哋靈活變通係關鍵。數據方面，根據社署報告，2023年有超過50萬長者用樂悠卡，每日平均搭車次數3次，總補貼120億。改制後估計慳30億，但長者負擔增加20億，唔公平。建議長者多啲參與社區活動。譬如長者中心有免費巴士團遊，慳錢又開心。仔女可以買月票俾父母，分享負擔。講到濫用問題，有少數人用樂悠卡搭車賺錢，譬如幫人拍卡，但呢個係少數，唔應該因為少數人而罰所有人。政府可以考慮收入審查，只俾低收入長者享2蚊，富長者付多啲，但呢個難實行。因為長者隱私問題，比較其他城市，台灣有長者交通卡補貼50%，日本有免費巴士，香港可以學。長者健康重要，減少搭車可能少運動，增加醫療開支，政府要算呢筆賬。如果你哋有問題，留言俾我會答。更多 tips 用 Google Maps 查路線，選最慳錢嘅。